自2025年3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持守良善和诚实的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8章第10到21节。过无偌久，耶稣踏城市、踏庄社行透透传道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12使徒甲伊做阵，有一寡捌互舍身附身，也是破病互耶稣医好的妇人人，嘛甲伊做伙去。其中有莫大涅的玛利亚，耶稣捌对伊身上赶出7个鬼。希律的管家库撒的某约安娜，甲苏珊娜，以及其他真侪妇人人。因捌用家己的财物服侍耶稣甲伊的门徒。有一大群人对逐个城市一直聚集来耶稣遐的时，伊用譬如甲因讲：有一个夜镜子的人出去夜镜子，伊夜的时，有个落伫路边，互人搭，空中的鸟甲伊食了了。有个落伫石头地，因为无水分发出来就打去；有个落伫刺皮内，刺仔甲种子平平大长起来，煞甲伊吸死；有个落落去好土地，大长起来，结实100倍。这话讲煞，耶稣佮大声讲：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。耶稣的门徒问伊这个譬如是甚么意思？伊讲：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对别人就用譬如，要互因看嘛看无，听嘛无了解。这个譬如的意思是安尼：种子是上帝的信息。落伫路边的是人听到信息，魔鬼随时来，对因心内将信息抢去，才袂互因信来得救。落伫石头地的是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不过无定根，只有暂时信，一个拄着试炼就放煞。落伫刺皮内的是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受到生活的看路、钱财甲享乐的阻碍，信息受吸死，煞袂成熟。落伫好土地的是人听到信息，用诚实善良的心接受，耐心听候到结实。无人顶点了用红仔盖起来，也是放伫面窗骹，是甲伊插伫灯台顶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因为无一项稳捌的袂显露，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，袂互人知。所以，着注意要安怎听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侪，无诶连伊家己想讲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耶稣的老母甲兄弟来找伊，毋过人真侪袂当活去。有人甲伊讲：你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，要见你。耶稣对因讲：听上帝话有去实行的人，就是我的老母、我的兄弟。持守良善和诚实的心。遐个军队耶稣行遍逐城乡，传扬上帝主权福音的妇女，拢是经历过耶稣救赎的人。因原本受邪神捆绑，病痛缠身，因为耶稣的透放甲医治，互因得到自由，甲恢复健康。重生的喜乐，互这个妇女积极回应耶稣的宣告需要，佮乐意伫群体中做陪伴人
甲帮助人的工作。这个妇女的服侍，就亲像种子落点好的土壤，不易大长，结实百倍。因为因对主耶稣遐有听到上帝国的福音，毋但深受感动，甲心存感谢若定，搁较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因是真正听道理的人。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当听到福音的感动伫心内底滋长，进而化做实际行动的时，也会对社会带来良善正向的影响力。阮教会因为漏水的问题，需要进行厝尾顶封漏、封生鲜修繕工程。经过小会甲好会讨论，全教会拢乐观看待修繕是大家通做伙完成的事工。倒落时，教会每个月经常费收支艰难有够维持平衡，哪会有通加存出来的经费进行修繕呢？虽然是安尼，众信徒甲同工也是凭靠着信心来做。过程中，阮也不断祈求上帝帮赞。当阮对主若有信心，伊就一再为着阮开路。原本只是有价进行礼拜堂、主堂厝尾顶的封漏甲封生鲜，后来竟然同齐完成主堂的水电更新和木作装潢。对无有备金的教会来讲，修繕的费用对原本预算的40万增加变做150万，根本是数学学无好。若毋是上帝的恩典，阮绝对无法度完成这项修繕的事工。主耶稣讲，无人顶点了用红仔盖起来，也是放伫面床骹，是甲伊插伫灯台顶，通互入内的人看到光。咱所相信的主是大有能力的，伫教会修繕事工，同工甲会友的感动相款，纵然外在条件不佳，阮心中迄颗明灯毋干那照光伫阮的内心，也照光阮外在的需要。耶稣提醒讲，所以着注意要安怎听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侪，无诶连伊家己想要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因为安尼，咱爱学习分辨主诶声音，搁用良善和诚实诶心持守。咱需要好好面对心中迄份感动，专注上主诶心意，小心细致，做伙来完成伊所要成就诶代志。对阮教会来讲，若要讲是阮完成修繕诶事工，不如讲是上主用即个事工来坚固阮诶信心甲力量，互阮持守上主摆伫阮心中诶感动。原来伫信实诶上主面前，咱只要用良善和诚实持守迄一粒也落伫咱心田诶种子，相信咱诶信仰性命通因为长大起来，结实百倍。默想，我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待咱伫心田的种子呢？我用什么款的态度来看待咱伫心田的种子呢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原来你早就已经将珍贵的种子也点我的心田。求你帮助我用良善和诚实的心持守伊，互我的信仰性命会当为主所用，搁结实百倍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